来看交通部上新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4月过路人的事故是以台中市有570个人死伤，是6岛上济。台中市政府分析指出，大部分是因为车辆无依照规定停车让过路人，佮有过路人无依照规定来过车路。有学者嘛讲台中弯弯曲曲的车路上过济路，应该爱改善。 穿红衫的国小学童，今年2月当准备要行行川线过路，却有一台车开过来弄飞。3月是有71岁杨姓老人过路，却倒滑的货车弄倒伤医不治。这案例拢发生在台中市。交通部统计，今年前4个月行人路口事故死伤，台中市是6岛第1名。民众有无同的看法？就是过马路有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可能有的人是想要让了，但是因为他本身的反应没那么快，所以。 还是没有让，或是有些人就是根本不想让这样子。现在比较会礼让，早期就不知道，现在好像政府都有在推，有在推行，在推广。台中市以570名死伤人数排第1，数落来分别是新北、台北、桃园、高雄、甲台南。交通局是表示，分析数据发现，上主要的肇事原因是车辆无依规定停留行人，也有行人无依标志标线过路。 其中占大部分就是车辆未依规定停让行人先行，那另外一个呢，原因是最主要是未依标志标线穿越道路。学者认为，台中市行人死伤遐尼悬，甲合来指示路口真侪有关系。譬如讲，真有名的5权3民5车路口，就建议市府应该检核合来所有的指示路口，而且为因制定特别的改善计划。指示路口就是它的。 那个交叉路口行动是很不规则的，那你说5路交叉、6路交叉随便交叉，我们曾经建议过啊，有16种，但是他们都不在乎啊。我们的市政府这样子没有这种概念。市府是强调后续会来加强改善路口的状况，包括退缩行船线、加强行船线的照明、设置庇护岛，也有请警方严格执法，来降低肇事率甲死伤的人数。记者台中报道。